真欢喜伫今日，拄好是咱树林教会生日的日子，咱通来举行树林教会设教125周年的培灵会。即是咱请雅各书班带咱来敬拜。兄弟姊妹平安，真欢喜伫今仔日即个真水的时间，咱会当三角来组织伫主的圣殿。伫即时，咱要用诗歌来学乐敬拜，请咱同齐徛立伫主的面前，咱要开咱的心，开咱的灵，用咱的嘴来学乐来敬拜。我的心因无你，那路因无提水，只有你是我心所爱，我因无来敬拜你。你是我的快乐的杯，我灵独独呵护的你，只有你是我心所爱，我因无来敬拜你。主，我的心因无你，那路因无去水，只有你是我心所爱，我因无来敬拜你。你是我的快乐的杯，我灵独独呵护的你，只有你是我心所爱，我因无来敬拜你。主，你是我的贵人银牌，你是我的贵人银牌，你独独呵护的你，只有你是我心所爱，我因无来敬拜你。主，只有你是我心所爱，只有你是我心所爱，我因无来敬拜你。静静听，我要静静听，我要爱伊靠近主的声。静静听，伊在静静听，我的牧者认得我的声。你是大牧者，是命的主宰，我的心只听叹你的声。你是大牧者，是命的主宰，我的牧者认得我的声。静静听，静静听，我要静静听，我要爱伊靠听主的声。静静听，伊在静静听，我的牧者认得我的声。你是大牧者，是命的主宰，我的心只听叹你的声。你是大牧者，是命的主宰，我的牧者认得我的声。静静听，静静听，我要静静听，我要爱伊靠听主的声。
者，认得我的声。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的心只听看你的声。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的牧者，认得我的声。我的牧者，认得我的声。我的牧者，认得我的声。咱的牧者认得咱的声，时常伊在呼叫咱。咱是毋是对主讲我伫遮，我伫遮？是，咱伫遮是因为主的恩典，咱伫遮是因为主的慈爱，咱伫遮。三甲来敬拜，三甲来学乐。我伫这，因为你恩典；我伫这，因为你慈爱。我主耶稣，我深深感谢你，拢因为你的疼。我伫这，因为你恩典；我伫这，因为你慈爱。我主耶稣，我深深感谢你，拢因为你的疼。感谢耶稣。深深感谢你，拢因为你的疼。我伫这，因为你恩典；我伫这，因为你慈爱。我主耶稣，我深深感谢你，拢因。感谢耶稣，耶稣，耶稣，感谢耶稣，你无情无敌，让我靠你的心，我一生爱了你不停。感谢耶稣。心不定，我靠你的心，我一生爱了你。再来感谢，感谢耶稣，耶稣，耶稣，感谢耶稣，你无情不敌，我靠你的心。我一生爱了你，你有丰盛的恩典，你无情无敌，我靠你的心，我一生爱了你不停。耶和华，阮的石盘，救赎阮的主啊！阮的心切切羡慕你。亲像鹿切切羡慕溪水，阮较无来敬拜你，因为你是阮快乐的源头。阮要开喙，学乐你的性命，
因为你大有能力，是行奇妙大事的上帝。我要感谢你伫146年前差派马介牧师来到台湾宣教。感谢你借着马介牧师的手，伫125年前的今日设立属灵教会。求你互属灵教会成做一个健康的教会，荣耀你的名的教会。伫属灵地区发光做盐，吸引更较侪人，互因性命得到更新，引带人来过你所保守丰盛的生活。当阮回头看教会过去的历史，阮就知是你慈爱的手引带领属灵教会行一条恩典的路。恳求你拄起阮伫暗境中的过错，洗清阮一切秘密的罪恶。阁求你阻止你的奴仆无故意犯罪，毋准罪恶管辖阮，救阮脱离歹的念头，互阮完全免犯大罪。借着信心的引带，互阮明白真理；借着你的话语，改换生活甲心思，互阮的嘴所讲的，心所想的，通清气，伫你的面前得到感纳。恳求你，互阮有受教的心，伫聚会中甲你相拄。阮也要为着教会7区无用事工，甲逐区的长执祈祷，求主你带领，互长执成做上帝羊群固守大道的。求你，互阮领受合意的意向。阮将以下的聚会时间恭敬、仰望交托伫你的手中，求你的信心运行伫阮中间，甲阮逐人同在，也甲王牧师以及服侍的每一位同工同在，坚固因的手所要做的工，互阮今仔日的聚会成做芳芳的祭，献伫你的面前，得到你的降纳。祈祷靠主耶稣得胜的名求，阿门。请坐。请三角来读上帝话，是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3章第1节到21节。台语汉语版的圣经写伫个新约第220页，合修本的是伫个新约295页。咱的订书单顶嘛有印合修本，即时我用台语汉语版的圣经新约第220页来读。以弗所书第3章第1节到21节。你若捌听见上帝为着恁所赏赐我恩典的即份，歹势头一节，因为安尼我保罗为着恁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求番。恁若捌听见上帝为着恁所赏赐我恩典的即份，就是用启示，互我知迄个奥妙，亲像我已经有投入写的。恁读伊就会晓得我知影基督的奥妙是真大秘密，互人知的，无亲像现今伫信心启示伊这个信的使徒先知一样，就是外邦人伫基督耶稣对福音当做护士，当做一个身体，三角有份伫所应允的。我做即个福音的采用，照上帝恩典的赏赐，就是照伊的权能所运行来赏赐我的。我是正信道中上帝一岁，得到即个恩典赏赐我，通将基督未切道的富有传互外邦，也互众人拢明白，即个奥妙是怎样安排，就是历代以来看捌伫造万物的上帝的。当要对教会互伫天里这个办正事的有关联的，在上帝百般智慧，照伊伫咱的主基督耶稣所定着万代的旨意，踮伫伊，咱才会对信伊有好胆，搁较在来亲近伊，
亲近上帝，所以求恁无得为着我替恁所受的患难来累积，这是恁的荣光。因为安尼，我跪落伫爸的面前，就是伫天顶地上拢总的家，对伊来号名的。求伊照伊荣光的富有，对伊的神用权能，互恁心内勇行，互基督对恁的神来徛起伫恁的心，互恁有定根下地基伫仁爱，才会甲拢总的信徒晓悟，迄个长阔悬深，也知基督的疼。就是搬过伫人所会知的疼，互恁照上帝招庇的充满来得到充满。上帝会行做搬过伫咱一切所求所想的，就是照伊所运行伫咱的权能，愿伫教会甲基督耶稣。荣光归伊到万世代，代代无煞。阿门。以上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搁去行的人。今日咱的陪灵是请到王英仪牧师，伊要甲咱分享的，伊要甲咱陪灵勉励是当做集体的教会。伫遐袂勉励的台先请柯牧师。来甲咱介绍，欢迎王英仪牧师。大家平安。事实上，如果王荣义牧师可能我不需要太多介绍哈。除了小朋友比较可能不认识以外，不过我们很多人真侪人咱对王英仪牧师拢比较熟悉尤其是咱过去教会，伫咱属灵教会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咱也捌邀请王牧师伫主日礼拜，来在这中甲咱做阵分享信息即摆咱教会125周年的生日，咱特别请王英仪牧师，伊伫过去这20多年来的服侍，主要是伫2个领域。第一个领域是踮咧校园宣告大专事工，对伫青年人伫咧校园的宣告，在学生工作上面也做很好的服侍。他第二个阶段就是在马偕医院，已经10几年了还不到20年15年在马街边服侍，所以他在马偕医院最主要在院牧部，也是在协谈中心在关心人跟人生命心灵的关系。所以我们今天谢谢他带着上帝的话语要到我们中间来，我们也能够从他再次给我们看到一个125周年的一个教会，上帝是不是能够给我们一个不同的眼光，特别是在肢体之间，兄弟姊妹中间，咱既然称作兄弟姊妹，咱要学习什么款的功课。所以我想看，因为特别有年轻的朋友在，我们拿着我们的这个程序单的第2页，有年轻朋友在这个中间，所以我们看一看这个第2页是圣经经文，在18节、19节那个地方开始从18节我们倒数第5行。这边有一个18、19、18、19家。那用华语我们一起同声来把这段经文，这是我们很熟悉的一段经文。预备来，能够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超过人的知识所能测度的，为要使你们充满上一切的丰盛。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能，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我们现在请王牧师各位。各位兄弟大家平安。语言上是拢会使。好，他刚才在介绍我说在马偕医院住院住了15年了，是蛮严重的，才会住院住了15年。
我在大专的校园工作有9年，然后在医院工作了15年，然后到总会去已经是这是第5年，4年多了哈。那今天跟大家要分享这个题目哈，同为肢体的教会。其实我对教会，因为我在机构，那所以我比较能够有机会到不同的教会。我看不是讲，我自己有像我现在在三支教会，我是三支教会会友。那我曾经在淡水教会当过会友，我在不同的教会担任会友。那有一段时间在东荣教会担任会友。我在做学生工作的时候，在东荣教会台中，每一个教会都非常有特色。那我常常在想一个问题：今天士林教会125周年，125岁，所以我特别我知影是生日，所以我在甲一个红色的我甲一个红的，阮同事讲你是要去做主婚人哦？我讲无啦，今仔日较特别生日。其实，在谈到这个教会这个概念的时候，因为我不晓得我们在士林教会多久，125年，你们占了大概你的生命在士林教会有几年？40年，哇，40年不简单呢，真的不简单。还有50的，你是不是直接出世的？我哪有可能50年？你不是才看50岁呢？50年，你的青春对出世到今嘛？不，其实一个教会，我们在讲教会的时候，可能我们有2个概念，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建筑物，可是另外一个教会就是基督的教会，耶稣基督的身躯那种概念，这2个概念其实是不太一样的。选民我今天要谈那个 PowerPoint 那个圣经可以跳过没有关系。有可以遥控的吗？我可以让我自己遥控好了。我这讲义里面有谈到那个选民选民应该是要使众人受祝福的一个源头才对的。为什么会有选民产生？神为什么要选召一群人？为什么上帝要选召亚伯拉罕？为什么？他给他什么应许？什么？不只有后代有所有的人，万民得到通过他能够得到祝福。上帝常常透过他的拣选，让这个人或者这个团体成为一个可以分享、可以成为祝福的一个团体。所以，这个祝福的源头是神所选召。但是历代以来会把这个变成一个特权。他照理来说，选召的目的是为了要成为众人的祝福，然后在见人的祝福。可是久了之后变成专卖店的感觉就是透过我，然后让你得到好处。那所以最后久了之后会变成这样。你们有没有那个看过有的人他就是做那种就是经手一些东西，比如说福利好了，都要透过我。久了之后就会变成什么？你要听谁的？你要听我的。所以选民到后来为什么会常常出现一个问题，就是他历代以来这种头衔成为字义的一个根源。选民，你看犹太人他们自视甚高，因为他们是选民，所以到后来就变成说看不起这些不是选民的人。那耶稣基督来，
是要打破这个概念，因为犹太人所了解的上帝就是传统啊，选召了我们这些要得救，但是他忘了一件事情，这个得救得到这个救恩的目的是为了要让跟他们相处的人都能够得到祝福。久了之后，他们觉得我是领受祝福的人，那你们都没有，所以变成看清，甚至是对立的、排斥的，甚至是打来打去、杀来杀去，到现在都没有停止过。不只是这种选民的概念，除了犹太人以外，伊斯兰教的也都是认定他们自己是选民。所以其实选民的概念，很可惜是上帝选一个民族是要真最祝福的源头，可是后来却成为这个选召本身久了之后，他们成为一个好像救恩的拥有专属。所以你可以看到，特别在犹太教里面的一群人，就是他们越认真的人，在那个宗教里面越认真的人，他们很努力读经，很努力祷告的目的是为了什么？不是为了要让别人得到祝福，他们很努力的目的是为了要什么？彰显什么？所以有一种感觉是，我比别人较认真，我比别人较打拼。那个感觉有没有？那个犹太人尤其是那个法利赛人祷告的时候，他们都是一开始祷告就是感谢主，我不是像什么什么，我不是女人对不起那是不是我啦但是他们的祷告就是感谢主把我创造，不是创造成女人。他们一早上的祷告是要感谢主，他们是男人要举手祷告，然后要祷告说他们不是外邦人，要感谢主。但是这种的信仰，让这些选民的概念变成不是带给别人祝福，是形成一个阶级。这种阶级概念，甚至到了后来教会成立了，耶稣基督来了，在教会里面有没有纷争？那时候的初代教会有没有纷争？有，而且他们的纷争，你从什么地方可以看出来？保罗的书信可不可以看出来？他只要勉励你们要怎样的时候，就知道那个教会怎样有那个问题啦。我此地无银三百两嘛，对，我告诉你们说，爱很重要哦。你恩典你恩赐，就算你会讲天使的语言，没有爱没有用哦。好来，保罗为什么要跟教会的人讲这些事情？请问教会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是有人觉得自己怎样，我会这个就比你厉害不厉害，我想你跟他讲，这种分化那种对立是很清楚的你可以看到，假设你去到一个团体，他开始彰显说我会方言，我会灵恩，我会医治，我会什么他问你说不你来加盟，你来5年你有什么恩赐不？你来不配合你是蛮配合演出，不做主席呢？这样不对了，那个拍摄你做主席呢？不是变了他那个保罗在讲那些东西，有人会讲到，有人会怎样，有人会怎样，有人会怎样，你就知道那个时候的教会的形态是什么。你可以想象那个紧张度如果你今天在属灵教会大家人都跟你问看讲你的文书是啥？我跟你讲我的文书是啥？你的文书是啥？常常那种给人家感觉就是说，你如果不会这个恩赐，你就训掉了。请问这种概念在现代的教会里面会不会有时候也会存在？有没有？有。为什么？因为那种感觉就是不一定会说出来的。我曾经有听过有要鼓励要出来服侍你有什么温属这个也不会，我那个也不会，这个也不会，那个也不会我跟你讲，你这个恩赐都不会，你至少有一样会，有哪一样？你可以扫地呀
我这样听起来怪怪的。因为你知道这整个的勉励的话，这个鼓励的话，哪一句怪你知道吗？你听我这样听下来，我刚才在演戏的过程，你觉得哪一句话听起来怪怪的？他看起来是要鼓励你，可是听起来怪怪的。你心里都不好不要紧，至少，来，什么叫至少？我计较你嘛。嘛计较，安尼意思就是讲你足差不要紧，你就计较你嘛那种。有时候我在听这个话，我是很敏感的人。为什么很敏感？因为我一直在思考一件事情，特别在台湾教会、台湾的文化里面，比较竞争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如果基督教进到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面，不是成为一个祝福的力量，而是成为一个强化的力量的时候，那教会真的是晚会的那个选民呢，就是我们被选召的目的，如果是为了要让这个整个社会是能够因为爱的缘故成为一体啊，这里讲到外邦人跟犹太人成为一体，这是一个奥秘。但是这个成为一体，这个选民却成为很多分别分化，然后甚至在教会里面很多的纷争啊，保罗的时代真的好多，包括连吃可以吃不可以吃什么都可以拿来做比较，或者是定罪。所以保罗他后来他很难过的地方是什么？他为什么要用那么多的篇幅在？其实保罗的书信你一直去看，用足多篇幅在讲的听。你可以知道一件事情哈，如果说神是爱哈，兄弟是听，他希望他所创造的每一个人，所拣选的每一个人，可以好好的享受这份爱，而不是变成一个苦毒的。信仰如果变成苦毒的源头，那是我觉得就完弄哎。信主如果信得那么痛苦哈，就完弄。我在看很多的，特别是在医院工作的时候啊，我都要接触很多生病的人，心理生病的人。不是只有非基督徒会生病，牧者也会会有也会。但是我在听这些故事的时候，其实我就在认真在听什么？听说到底这样的一个生命在教会里面，在一个选民的团体里面，他为什么会生病？我这样讲的意思，我不是在怪那个团体，我在想说这个团体应该是成为众人的祝福。怎么有人会在团体里面觉得很受伤呢？来，请问一下，有没有人曾经在不一定是在这个教会，我们从小可能换过很多教会，有没有听过在教会里面有受伤过的经验？有没有听过人家在讲这样的故事？我是常常要听啦，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过。谁谁谁讲那个话让他很受伤，谁谁谁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大概都有听过。我就在想，如果这一群人都是上帝选的选民，是为了要让这个社会得到祝福，那为什么在自己教会里面就没办法祝福彼此嘞？这个问题对保罗来说，他也很看重这样的议题，就是为什么这些选民是被选召出来的，为什么教会里面不能够和谐？他发现很多教会不同的问题，包括比较竞争，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议题，就是谁比较表现的比较好，谁才是纯正的。每次我听到比较的时候，我心都不会平安。我听过比较，简单讲一下，有没有人跟你讲过？长老会比较不属灵，有没有听过？我哪听到这句话我整个那个会案都给开，按给开的。我想说，属灵如果可以比较的话，这就恐怖的代志呢。谁比较属灵？有一个姐妹，外教派的姐妹，有一次去找我，一个牧师，我觉得我很有问题。
你可以为我祷告，帮我求神医治我。我说医治什么？你说我觉得我有属灵的骄傲。我就是3条线就跑出来。他说你再说一次。我第一次听这个，这10几年前第一次听说，牧师，我有属灵的骄傲，你可以为我祷告吗？讲了2次之后，我突然懂了他在讲什么。他说他觉得他比别人属灵啦，所以他觉得他有骄傲了。我就看着他，我说我很难为这个祷告呢，姐妹，因为我的认知、我的了解里面，属灵的人不会骄傲，骄傲的人不属灵啊。那我怎么祷告？是要祷告你就讲说，后来我在跟他聊的时候，我就说，其实我不会去判断你属灵或不属灵，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你好怕你比别人不属灵。我就跟他讲一句话，我说，在爱里没有惧怕，因为惧怕含着刑罚。你知道多少人在比较竞争里面，那个恐惧来自于内心里面害怕输人家，害怕自己比别人差，所以他必须要讲他比别人厉害的东西。这个其实是在心理学里面，其实我们知道这种投射的东西，其实你知道越骄傲的人，他其实是越怎样，内心里面越自卑的。真的就需要ED，很需要神的恩典跟爱，可是呢，他做出来的行为让人家爱不下去，因为他很怕嘛，他就一直讲他多厉害，你这个也不会，那个也不会，我比你属灵，我有属灵的骄傲。我后来跟他讲说，这个姐妹，我后来为她祷告，不是祷告那个属灵的骄傲的问题，我跟她讲说是内心的恐惧。我后来听她讲故事才知道，原来这个姐妹从小她被逼着要表现比别人好，因为她不是男生。他不是男生，而他家里都是女生。爸爸就是他的叔叔辈的有男生的就很被看重，他家是被看轻的。他的上一代的阿公阿嬷那一代是觉得你就是没有香火，没有这一就没办法传了。所以你知道他听到他懂事之后，他觉得很不甘心，他就是觉得凭什么我是女生就不能？我一定要做到让你比男生都还重要，所以他的努力认真让他很有成就，连进到信仰里面去也要争个输赢。你知道那个多辛苦吗？所以我有时候在看选民，我们被选召，为什么生命还是这么多的状况？为什么教会身体会出了这么？如果是一个神那个耶稣基督的身体，保罗在看这个身体的时候，他心里好难过。如果他为什么会用这个身体的概念去看？因为人用比喻来说，你自己的身躯你最知道。今天你老公他讲的比喻，我们大家都很清楚。手跟脚如果打架怎么办？如果嘴巴出几个嘴公，我嘴巴最厉害了，没有吃东西，怎样啊？手就说我不拿给你吃，你吃得到。就是他的意思是说，他用很通俗的人都可以了解的身体来讲一个很奥秘的东西，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我们都是肢体。但是这样的一个了解，让我们去看一下上帝所期盼的合一跟和谐到底是什么。很多人都讲说上帝要和谐，我们要和谐相处，要和平。讲这种话的人，很多时候都是要听他的，就是弄个听我的啦，这样就和谐了这样不是吗？就听我的就和谐了。因为你们如果跟我不一样，就不和谐了，你知道吗？我会紧张跟我不一样。可是你知道，用肢体概念来说，刚刚好就是要不一样才能够成为一个身体。所以保罗那时候不是在讲他们每一个人都羡慕那个属灵的恩赐，大家都要抢什么？他会我也要会你会我也要会，因为大家都想要最好的恩赐。所谓的最好，就是当时公认最好的。那请问一下，在台湾社会里面、教会里面，
有没有比较被人羡慕的属灵恩赐？有没有？你如果有去过特会或是不同的教派，有没有什么恩赐是比较被羡慕的？有，你拢无哈？袂歹呢。来，有没有听过有人会羡慕别人有什么恩赐的？还是有人讲，我都没有羡慕别人，都是别人在羡慕我啊。有没有羡慕过什么恩赐的？诚实一点没关系啦。祷告，好，来，各来，有啥？方言，还有医治的，我告诉你，这很正常，因为你如果去一个团体的氛围里面，如果大家都叽里呱啦叽里呱啦，你不会的时候，你会觉得你是异类哦。真的，我曾经去过那种的教会，大家都要，然后时间到了，大家就不能，就停下来，马上停下来。我这个操控能力还蛮，我觉得厉害的是那个的那个人，不是那些讲方言的人，那不厉害，那下去他们就要听他的。我好羡慕这种人，你们就全部都听。但是我常常在想说，因为我太多教派的我都看过了，我在医院遇过的教派真的很多，但是他们都来求助。他们求助的原因就是他们受不了。我说受不了什么？他说好紧张，好有压力，因为生怕自己的恩赐是不输人家。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生怕他们都很怕说，上帝给我什么恩赐，我没有好好发挥，他会不会生气？万一我真的有说方言的恩赐，我没有用，他会不会把我拿走了？然后什么讲一大堆我跟你讲你问你自己，问上帝，上帝给人恩赐的目的是为了要做什么？因为为了要建立这个身体，彼此服侍，让这个身体在爱中怎样慢慢可以成长。所以我就问他一个问题说，你觉得在一个团体，在一个教会里面，你看得到别人的需要，你看得到自己的需要，你这两个都看得到吗？而你看得到别人可以帮助我什么，我可以帮助他什么，你看得到吗？我想一想，在那边老半天，我说，因为我们用好多时间在那边讲属灵的事情啊，然后每次见面都马是哈利路亚，那我怎么知道他需要什么？我说对呀，如果我们真的要享受在一个身体里面的和谐，很重要的是每一个人要认识自己的独特性，而且非常喜欢自己的独特性，否则这个身体会哩哩啦啦。会哩哩啦啦的意思知道吗？哩哩啦啦的中文叫做2266。谢谢牧师娘给我提醒，叫做2266年轻人应该看的。就是你想想看我光用想的，我看到很多教会，我就觉得这个身体有问题。为什么？因为就算别人没有否定你，有的人也在否定自己啊。还有就是迷失的不晓得自己是谁呀。所以如果我很清楚知道说，我就是扮演手的角色，我才不管你的跟脚比较什么手就是很独特，就是不能跟脚比较嘛。那我很喜欢做手，因为手就是上帝给我的一个独特性。那如果每一个教会里面的人都很清楚知道说，神啊，感谢你，你把我创造者这么独特，我可以在这个身体里面扮演其中一个角色，而那个角色不是至少。什么叫至少会扫地？你至少是小拇指，至少是大拇指，或者什么，你至少是什么中指，等等的，至少，那没有什么至少，你少了一个就不对了，就怪怪的。照理说，这个身体要运作的好，是每一个身体的这个当中的人都要很接纳自己，很喜欢自己，这个身体才不会出问题。假设
不要说别人批评你，如果手就觉得自己很糟糕，就不出手，不出手，就是手都不愿意接纳自己，然后他就没办法拿东西呀。所以你看教会里面这么多的人，你知道多少人他自己不晓得自己存在这个教会要做什么？而且我们在想恩赐的时候，都是在讲什么呢？好像哪一个有用才算是恩赐，而不是独特性。神给每一个人的恩赐是独特的东西，不是说用量化的说你会做什么。我举一个例子，我们讲说医治的恩赐好了。你知道身体受伤的时候，自己会有一些修复的能力，对不对？会有这个修复的能力。在这个团体里面，不要小看每一个人，因为我们连在一起的时候，那个就是像耶稣这个讲那个葡萄树跟枝子，其实我们不可能我们如果要成为肢体，我们不可能跟某一个人是没有连结的。如果身体的每一个部分，就算它的远端很远，它还是连在这个身体，它的血液啊，它的抗体还是在运行的呢，不通袂记哩呢。所以你莫想讲啊，那个兄弟、那个姊妹不熟，所以它不是我们的肢体，它只是在这个肢体里面可能是比较跟你不同端的。可是你不要忘记，这个肢体的血液循环是也留在他身上，也在你身上。然后他受伤的时候，你有感觉；你受伤的时候，他也会。不，你试看卖来，回去哈，摕一个迄个钢推啊哈，迄个对迄个听到讲的，看你规身躯会听个哀叫，这个敲下去，整个身体都痛。可是你知道会有这种感觉，是因为他们连结的很清楚，而每一个器官每一个肢体都很清楚他自己是在做什么。这个对一个教会来说是很健康的教会才做得出来，要不然我们很容易迷失在教会里面，我们就坐在那里就好。那个神所期盼的合一或和谐，不是只有说啊，大家都卖文给吼，都卖公益给，不是，是每一个人都很独特，但是却又愿意连结在一起的这种和谐。可是我常常看到的是，那种统一，有些越是能够统一的教会哈，不是统一教哈，就是我说了算，你们都不要有意见的这种教会，通常人数会越来越怎样多，因为统一领导就不会有其他的声音了嘛。你都卖恭维听我的就对啊，我可以骂，我可以叫你罚站，你就给我罚站，这样罚站。因为韩国的教会就是类似这种，是非常，你牧者可以，有的牧者还会打那个会友呢。我听了就是错咧，但我讲刚才我不是遐会友，我一定该小怕。但是那种听我的就对了哈，会让每一个肢体失去他自己的独特性。可是回过头来讲，很多人讲说长老教会就是每一个都很独特，所以哈，变成哪？每一个都很独特，变成哪？分崩离析，哩哩啦啦。但是我跟各位讲，我觉得这两者一定要这样吗？一定合一就是那种都听我的，还是大家都各自表述都有意见，哩哩啦啦这样，就是这两个极端而已吗？我不认为，因为我一直在这信仰的路上一直在思考，我一直在思考，我们长老教会真的要走出自己的一条路，真的，而且这个我们有那么好的信仰的资产。我比较乐观，我看到的是，因为当我在做服事的时候，我没有
我的平安，我没有那种一定要很强烈的什么样的恩赐，但是我知道我们的恩赐，我们每一个人绝对有共同的恩赐是什么？你知道吗？保罗说那个最妙的、最大家都可以求的是什么恩赐？爱。可是我却发现很多人在追求的是别的恩赐。我去过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特会，我在美国要回来的时候，有教会的一个家庭，他们每一年都会参加3天的那个特会，他就说多棒多棒，所以叫出我们全家的，就是4个人都要付钱，而且那个钱很贵，在纽约的某一个营地这样子。我们这全家开会就钱，差不多台币有几两万呢，就3天这样。那个特会真的是吵到不行的吵。但是我在那里面我有很大的平安，就是我没有跟他们一样，但是我很平安呢。我很平安的地方是我很清楚知道我的信仰、我的经历，神所托付给我的，我很清楚知道。比如说刚才在讲医治的恩赐好了，我觉得爱能够带来医治，每一个人都可以。这个绝对上帝给人每一个人都有这爱的恩赐。我觉得联络这整个身体，如果不是爱的缘故，是连不起来的。如果这个和谐不是因为爱，连起来是很可怕的。如果没有这个爱，就变成哩哩啦啦，就是没有爱的缘故，没有爱会变成2个极端，一个就是就只有命令听我的，另外一个就是没有爱的话，就是我做我的，你做你的，我不管你的死活，没有爱嘛。但是如果有爱的时候，它就是联络整个身体，才有可能运作。基督的奥秘是什么？其实保罗在谈这个基督的奥秘，他说犹太人跟外邦人在基督里面借着福音可以同为后世，然后可以同为一体。借着在基督里面借着福音可以成为一体，可以同盟应许。所以他在讲的就是因为基督的缘故。那基督呢，他就是在讲到说教会又是基督的身体，所以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所以为的是要启示人可以更认识上帝。那这样我们看到教会的重要的使命就是帮助人借着接近耶稣基督来认识上帝。如果简单讲，就是教会存在的目的就是要能够让人帮助人透过这个教会能够接近耶稣来认识上帝。简单讲的是这样，能够明白上帝在耶稣基督里拯救的爱。那如果教会没有这样的认识的时候，就会使那个教会失去它存在的意义。比如说一个教会存在就是为了聚会，就是为了我不来我觉得对不起牧师，我不来好像怪怪的。或很多人跟我讲说他没有去聚会的时候也干嘛怪怪，怪怪感觉上帝可能会不欢喜。我是跟他讲一句，我说其实上帝要我们成为一个教会的目的是为了让这个教会可以有一个可以跟附近的人跟来到这里的人可以一起去认识，在基督里面去认识上帝，这是一个奥秘。我们不是犹太人，我们原来不是犹太人，我们在圣经里面讲的我们就是那个外邦人。可是我们今天进入到这个应许，是因为神的爱的缘故。所以这个救恩让我们形成的这个教会是要延续这样的一个救恩，然后让更多的人可以透过教会去认识上帝这个奥秘。那所以对我来讲，传福音我跟一般的在想的传福音我较不同款。很多人在问我说牧师你带几个人信主？我说你要我一个个算给你听可能我也很难算，因为有的人是我带他信主，有的人是后来他去教会，我关心过后他去教会，有很多。我其实有很多的故事在我的生命经验当中。
那因为我在机构，所以我不是像在教会里面说一定每个礼拜就是，我反而是在每一天在遇到不是基督徒的很多求助的人，为他们祷告，分享神的爱在他们当中。我记得最常听到的共同一个语言就是：牧师，我们非亲非故，你怎么那么爱我，或是这么懂我？家人都没有那么懂我，你为什么会愿意懂我？我一定告诉他们说，因为耶稣懂我，因为我的生命经历到一个被医治、被爱的一个历程的时候，所以我想要让这些人不认识的人都可以遇见神啊！这是教会存在一个最重要的选召。我们为什么成为基督徒？每一个人都有故事的。有人讲说，我出世的基督徒啊。我讲无咧，出世无迄个出世基督徒，出世伫基督教的家庭，不是出世的基督徒。基督徒是跟随耶稣的人，所以每一个人都要重新遇见神，包括我。我爸爸妈妈都牧师呢，可是我自己在那种氛围里面，我比别人早接触，然后从小都懂，都要会。不一定都有体验呢，所以我一直在想说，教会到底要让人经历的是知识，还是要让人去经历到与神相遇的经验？福音是什么？我后来回想，我带人信主，没有一个是因为我辩赢了，就是跟他辩论辩赢的。我是很会跟人家辩，以前年轻的时候好爱辩哦。辩到我的同学都没有话讲，可是他们就不信主。反而是我开始不辩的时候，我开始去懂他们的生命的时候，他们经历到神的爱，他们才信主。所以很奇妙的地方就是，我们有时候觉得牧师我的装备不够，我不知道怎么传，我要跟人家说什么，说服人家什么。我说你不用说服人家，耶稣来他也不说服你，他就直接爱你。如果今天你经历神的爱，你周边的人没有神的爱，你会难过的时候，那这个愿意的心，你才有可能知道说，基督的奥秘选召了你，选召了大家成为一个团体，是为了要让那些没有的人可以进到神的国度里面，这是他的奥秘。那些还没有认识的人，会因为我们的缘故而愿意相信。那这就回到传福音，我们在传什么？我在回想我带这些人接近神，然后信主，很重要的一个要素就是，神在每一个人的身上都会给他机会，而你有没有把握那个机会？比如说我自己有我的机会，你有你的机会，你的朋友会有机会遇见神，我们有没有把握那个机会？我以前不会的，我不晓得怎么把握，是因为我自己的神给我的机会我就没有把握了，我怎么会把握住别人的机会呢？我连我自己的都看不到，可是神会用他独特的方式让我去经历他之后，让我可以去关心别人。我自己本身用我的来讲，我自己本身是一个非常靠我的逻辑思考来辩论的人。小时候我是一个很喜欢思考的人，但是我就很讨厌教会就是一直教我你要相信这个，你要相信那个啊，我就没有经历，你还叫我相信啊，我就嘴巴讲我相信，心里就不相信呢。神是爱，可是我就感受不到我什么神是爱是什么意思。后来我去到台中的时候，去读书的时候，我本来在新店我们家在新竹啊。我18岁去台中读书的时候，我那时候就想说，我自由了，爸爸妈妈不在旁边啊，也没有熟悉的人在旁边啊，多好！我可以不要去教会吗？我可以不用刮风下雨都要去团契吗？我以前下大雨、刮大风、生病，我都要去第一个要到教会去，因为我爸爸妈妈是牧师呢。
啊没去干我好见见，生病了也要去呀。可是你知道，有谁会懂说你很辛苦？没有。所以我的心里会觉得，你们都赞美我很好，可是你们到底懂不懂我？这个就是我现在我的信仰当中，我很不喜欢随便赞美人家的原因，就是因为你到底懂不懂我的辛苦？好像你的赞美是要把我推到更辛苦的地方。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你跟一个孩子讲说：“你好棒哦，你第1名。”哦，我不能第2名呢。哦，这个名号封下去之后，我第2我就很有压力。哦，你不比别人认真？是哦。那我就要一直很认真哦。或者是很乖，也会被赞美，什么都会被赞美。可是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有谁真的懂我啦？我在耶稣身上看到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奥秘，就是说他的十字架的爱到底是什么？如果你不懂十字架的爱到底他要给我们的是什么，你怎么传？如果你以为做一个好人，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就是耶稣的福音的话，那我可以告诉你，你只要比别人成功，你都可以见证。拍谁哈？你拿赚大钱，你得当开一家见证；你那是歌星，你就可以来见证了。我真的要说，耶稣需要这样的见证吗？耶稣到底需要什么样的见证？保罗在讲那种苦难中，依然神没有离开他，这是一个见证。可是为什么我们很多人讲说，哎，我不会见证啊，哇，那个叫那个较搞的，较有成就的，比较有成就的。我真的告诉各位，我带人信主没有一样是因为我有成就，所以他愿意来教会。没有，拍谁？没有一个人是这样。我带过很多人信主，都是因为触摸到他的心，他知道我懂。我愿意为他的辛苦祷告，我带到神的面前。为什么我会这样做？因为我知道我受召成为神的孩子、仆人，是因为在我迷路了，我自以为，我怀疑他，我想要离开他，可是他用不同的方法，用不同的机会让我回到他面前。三枚三字讲不完。我真的要讲，如果我们今天在这里，不管我们信主多久，我真的要说，咱若不是受掉来享受这个基督的奥秘，就是我不管你是什么样身份的人，我不管，耶稣就是要选召迷失的人回到他的爱里面，要问他一件事情，就是你要我为你做什么？耶稣遇到每一个受伤的人，他不是开始讲道理给他听，跟我在教会里面长久以来从小听到的都不一样，真的不一样。因为我们好多的道理要告诉你们，或许你们也希望我今天教你们很多道理，但是没有，拍谁？没有什么大道理。因为我所经历到的是什么？耶稣很直接的选召了不同的人，一起在这样的一个国度里面去享受他的奥秘，那个基督连结在一起，跟他的爱连结在一起的奥秘。如果今天做一个基督徒不愿意，不是不愿意，没有这样子被带领，我们很容易掉进去到道德教训。我曾经听过陈南周牧师在讲解经的时候，他说圣经你写这物件不是要让你变成一个道德很好的人，他是写这些东西要让你认识神，靠近神，然后经历他的爱跟医治。所以如果读圣经读很多，但是却把自己的生命关起来的人，你是失去了好多的机会。比如说，这跟我没有关系，这是在讲那个人。牧师今天讲的好好哦，就是应该是我的先生来听才对。我若听到那时，我就讲歹势哦，来的人应该先享受呢。不是，我觉得你讲的真的超好的。要是我先生来这是就是为他讲的。我说，所以不是为你吗？不是为你吗？我感觉最兄弟姐妹讲，你不免去想别人安怎，你自己愿不愿意在这个奥秘里面去享受基督
在基督里面的这个爱，不是要去骂你、责怪你、要求你，他是想要问你、邀请你进到他的爱里面，说你愿意吗？你哪里需要？成为一个选民，如果都是因为经历他的爱，所以愿意跟随他，二话不说。你看耶稣很多的跟随者，都是他在宣扬的时候，他去触摸到的这些人。有人在问一个问题说：啊，那个不是天生瞎眼的被医治之后，他不是就很高兴起来，就跑着跳着就跟随耶稣？然后有人在讲说，撒该大概也后来也跟随耶稣，为什么？他们就算一算说，撒该骗过不少的人的钱，他如果骗过的都还4倍，天哪！骗过的人都还4倍，他剩什么啊？还有财产的一半都要给穷人，骗过的还还4倍。律法是规定还2倍，他还4倍。我可以告诉你，老本都不够还，怎么办？你说那应该是跟随耶稣了吧？没有财产了，就跟着耶稣走吧。其实我看到很多生命改变的这些人，他们在讲，其实保罗就好了，他讲这个奥秘。我想他最有资格。为什么他最有资格？因为他就是那个误会最多的人。他不是以前打这个旗号，他是爱上帝的旗号去逼迫谁？基督徒。我对这个很有兴趣，特别对心理的东西很有兴趣。我每次在看圣经，以前都在想说，保罗的改变是在什么时候？我以前都以为是大马色嘛，对不对？在大马色的路上，然后有大光照他，他就扑倒在地，然后就改变了嘛。那我说那还不简单，就把人推倒，然后用个光照他，他就改变，哪那么简单？我就想说，一个人耶稣用多少时间来给他机会？你知道他在问说你是谁的时候，他说我就是你怎样平常所逼迫的基督耶稣。意思是什么？其实在他的心中的那个变化最高点的时候是在大马色的路上，可是每一次跟耶稣相遇在什么时候你知道吗？在他逼迫那些人的时候。你有想过一件事情吗？我们都还没有意识的时候，神就一直给我们机会，有可能我们在跟他对立的时候，他就在那里等着你。所以很多人信主之后都说，我以前一直在反对，我哪会突然间信主？我就说，因为你在反对的过程中，神已经跟你有互动。你看，逼迫一个人关到监牢，他还唱着歌进去，不怕。然后你声称你有上帝的爱，然后这个人是异端，但是你鞭打他，你关他，他没有咒诅你，他还为你祝福，他还唱歌。你久了，你抓1个、2个还可以，抓3个、4个、5个，你抓到后来会怎样？手软了。他就是要再去抓那一批人的另外一批人的时候，他在那个路上扑倒了。神的爱很奇妙，不要失去这个机会。其实很多时候，神的爱要给我们的一个奥秘，是在我们怀疑的时候，在我们不相信的时候，在我们很生气的时候，在我们对教会失望的时候，我可以告诉你，耶稣都在跟我们说话，给我们一个机会。我自己本身是要决定离开教会的时候，遇见神，我做了一个祷告，我说你哪个没法感受到你的存在，我不想要只是停留在我的知道了。我当然知道，我的圣经读那么多，我知道神是创造的，耶稣是爱我的，他为我钉死在十字架。可是关我什么事？对一个年轻人来说，关我什么事情呢？你要让我经历，不然我要离开。可是这奇妙的事情就在这里，勇敢的做这样的祷告，神就在很短的时间。我真的是觉得这个很奇妙了，就是因为我心中其实是很挣扎，很挣扎。我要去体会，我要去认识这个神，我要体会他的爱。你要让我摸到，你要让我有感觉，不然我为什么要相信你？结果的这个我就讲这一点点这一段。
在一次的聚会，我大一的时候，然后那时候还没有长青团契、校园团契，那有一个小家20几个人聚会啊，我是新生嘛，那时候已经很难过，想要离开教会了，但是我还要保持什么？微笑啊，心里都已经怀疑到这样还要保持微笑，然后呢，大概的学长姐的讲，哎，我们来玩一个游戏啊，优缺点轰炸。每一个人轮流做主角啊，然后讲一轮你的优点，再讲一轮你的缺点。我是不晓得为什么要玩这种游戏啦。对，你讲我的优点跟讲我的缺点，到底有什么帮助我是不知道。然后我就轮到我就坐在那里，然后就一轮讲优点的哦，讲好多哦，什么都每次都是准时哦，然后很会祷告哦，什么属灵很好哦，然后讲，其实我一点都开心不起来。讲一轮之后，我想要听第2轮，到底他们有看到我什么缺点啊？第一个学姐想了一下，先跳过啊。第2个先跳过，先跳了一轮，居然没有人说得出来。我只能说他们非常不熟，他们都是只有平常这样子的关心啊。平常的关心我最会做了嘛，好。以前训练得很好，感谢主、赞美主啦，什么祷告可以从头到尾不用呼吸啊，就好打。还有，我北平你基本上不要这种祈祷啊，我现在真的不会，因为我现在比较会在乎那个真实，所以我没办法，太多花俏的东西。我说实在，所以在那一次第2轮都跳过的时候，你知道。我的难过到顶点，我当场就哭了，掉眼泪。我坐在中间掉眼泪，全部的学长姐都傻眼猫咪了。他们整个就这样，他们以为说啊，都说你好，也没有说你不好，你在哭什么？哭屁呀！他们说现在的年轻人说你哭屁呀。然后我是从里面很深的难过。我才知道原来我伪装的这么好，连我的怀疑都没有人看得出来。所以我哭一哭之后呢，我就跟他们讲说，不是你们赞美我不好，是你们不懂我。其实我就开始讲，其实我脾气不好，我没有耐心。其实我心里面有很多的怀疑，我的信仰没有什么太深的经历，我就讲了其实，然后我说我好想要可以活得自由一点，所以我愿意诚实面对我自己。我就说求上帝帮助我，如果你们下一次比我大声的时候，比较真实的自己出来的时候，请你们不要被吓到，那就是我。然后他们就也不知道怎么为我祷告了，大家就这样很奇怪的结束了这样。但是其实那一次是我一个很重要的开始，我从那天开始，我变得越来越诚实，所以我会跟周边的人分享我的真实感受，我会告诉他们我不舒服的地方。可是就很奇妙，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经历当中，我开始诚实面对自己的时候，我真的后来体会到那一句话：如果你没有用心灵跟诚实，你是不可能遇见神。为什么这句话我非常有体会？因为如果我们跟人的关系是很假的，我们跟神的关系很假的时候，其实我们真正需要爱的地方是没办法遇见神。我可以一辈子都感谢主、赞美主，可是我不讲我受伤的地方，神的爱不会强迫你要承认。就像我不会去强迫一个会友承认说你有受伤，我要为你祷告，我干嘛？我看得到，我也不一定会这样说，我会邀请他到他愿意的时候。因为我觉得耶稣有一个尊重在那里，那个爱就是他邀请，但是他不会要挟你。我从耶稣的身上不会看到那种恐吓，你不诚实，我求上帝处罚你，不会。
他就是等。他爱每一个人，但是他等着每一个人诚实面对他。而那个机会有没有把握住？我很感谢主，在那一次把握住之后，我一路这样走过来，当然经历过很多很多的起起落落。到后来我献身去读神学院，也经历过很多的挫败，在那个过程经历到很多的人的真实面。我想的很美的真实面，应该是天堂，但是其实在神学院里面，有时候感受到像地狱一样的时候，我真的想要休学。可是那个也就是另外的见证，就是后来又更深的认识神，在受难的那个日子里面去经历到神的爱的医治。其实有很多故事，但是我要说的是，那个是一个奥秘，真的是一个奥秘。在基督里面的奥秘，不是说服一个人信主，是真的遇见了，你才会知道那个是真实的。有一个不是基督徒，他是一个企业家，他讲了一句话。我陪他讲，我陪他第一次谈话，那因为他有恐慌跟忧郁、焦虑就加在一起才60岁，所有的症状都同时发作。他退休1年，办理退休1年，所有的，然后没办法睡觉，紧张、焦虑、受迫害妄想症都来，医生给他很多的病名，他很不甘心的去找我，他说：“我这么有成就的人，焦虑个什么？我钱剩那么多，退休我绝对不是因为没有钱在焦虑。”我说：“对啊，人的焦虑为什么一定是钱？很多种，你的是什么？我想要知道。”我陪他1个小时去聊他的生命故事。我觉得上帝给一个人机会，通常都是在没路啊，他已经没办法耀武扬威的时候，他已经生病的时候，他才愿意诚实。他讲他的故事，我从小这样听他的故事，讲到后来哭啊，他哭一哭，我就为他祷告，祷告完以后，他跟我讲一句话说，因为我懂他，他说他从10几岁开始到他的父母过世，他都没有哭过，10几岁哦，一直到他父母过世，他都没有哭过，那是第2次跟我谈话，是第2次他哭，因为他听懂自己之后，他的辛苦，他知道他哭。我给他祷告完，这个先生呢，就跟我语重心长讲了一句话：“那较早一个10年10几年来熟悉你我就不用那么辛苦了。”我就看着他，我说：“某某先生，请你看着我，请问你在10几年前你的事业最辉煌腾达的时候，你对牧师有什么看法？”然后他就笑了，他说：“牧师，你懂我了。对了，不屑啦。神给一个人的机会，都是在对的时间呢。我就一直是这样相信。但是我们把握住那个机会没有？在对的时间，但是我们把握了没有？神要给我们这个奥秘，我们把握住了没有？其实，如果你把握得住的人，你会知道，处处都是机会。你身边的人，处处都是机会。你看起来好像是在跟你求助，可是你绝对不要想要帮助别人，因为你如果一直想要帮助别人的时候，你就失去了让他遇见神的契机。因为一个人他是要跟神相遇，不是你帮助他。因为我们常常帮助他解决问题，而不是带他到神面前。我们不是上帝，所以有人问我说：“牧师，你每天跟6、7个人这样谈话，那么多的问题，你不会自己都发疯啊？”起笑我说不会，因为每一个我都交托，每一个我一定要为他们祷告，不管是不是基督徒，我都会邀请他们祷告。然后我知道，让生命改变的人是主，不是我。所以我没有那种，我不会的。我顺带讲一句话：如果你的心中常常想要改变别人的人，其实是比较没有爱的人，不懂爱的人。看到人的这个想要改变，那个要讲改变，那个要讲改变，就是比较不懂爱的人。因为神的爱会带来改变，不用你紧张。如果你一直很紧张，想要改变别人，那表示你对爱没有体认，你没有享受了。
所以你都是一直在焦虑，这个要改变，那个要改变。我说我没有焦虑，所以我一天谈6个人，谈完为他祷告完，我就交托了啊。那他要不要把握机会跟神继续这样，那是他的决定啊。我怎么能够替他生活呢？没办法。所以我会持续陪伴他们，但是我不会为他们生活，会要改变他们什么。所以你知道传福音，很多人都想要改变别人的想法，以为想法改变他就会遇见神，想法改变不会遇见神。生命被爱触动的时候，他才会改变。所以传福音不遐困难，传福音是那个奥秘，你先去经历，你自己先经历，你就知道那个福音是只能分享，他没有办法用说服的。所以有人讲哇，要上一寡课吼，一步 A 1、2、3步骤传福音，我讲唔通安尼，你先把你的生命故事经历一下，你的需要在哪里？你孤单在哪里？你什么事情你最难过？你最无力？你最觉得这个人生到今嘛上怨叹的是什么？上实际的是什么？那就是耶稣来的目的，他的奥秘就是什么？他不是去找那个强壮的，去找那个值得他爱的，他就是去找在困住在荒郊野外的那个羊。所以你想看嘛，这个奥秘我们懂吗？保罗说，以前的人都不懂的原因，就是因为大家都以为要证明我很好，我的父母才会爱我。那我在上帝面前就要证明我很好，他才会爱我。但是基督的奥秘刚好是颠倒，就是因为你不够好，没有办法靠自己，所以他要爱你。这个奥秘我虽然去经验到，都知道。好了，我们现在都知道了。可是跟保罗他是体验到，他不是知道，因为他已经靠自己靠到过头了，他很痛苦。他说他看以前的那些成就如粪土，很多人听不。他就是因为知道这个奥秘之后，是经历这个奥秘之后，他才一直想要大家来经历这个奥秘，不是只有头脑知道，要去经历。那这个奥秘很简单的操作，就是你只要面对耶稣的呼召，你只要记得一件事情，他来是为了寻找失丧的，那就好了。你的生命当中有多少经验是失丧的？你告诉我。所谓失丧的，就是不爱人知啦，惊人笑的啦，那就是失丧的。或者想起来会让你很痛的，你给藏起来，或者你以为他死掉了，把他埋葬了，这些生命的经验都是耶稣来要拯救的对象。你为什么藏起来，然后把好的端出来给别人看呢？这个是我自己生命体验当中很深很深的。我那时候整个会哭出来，就是在讲我实在是这料有够假。我真正需要主的地方我没有讲，我不需要主的地方我一直讲。我外高，我外属灵，我讲这些东西的时候，没有办法让我遇见神的爱啊！神的爱是要医治跟拯救，不是这样吗？耶稣基督的奥秘，以前的人不懂，是因为他们真的犹太人以为是要怎样子神才会爱他，结果亚述来不是走这条路的，所以他后来被钉死就是这样。因为你破坏了我们的规矩，我们是要属灵的人，上帝才会爱耶。我们要奉献多的人，上帝才会爱。可是对耶稣来讲，是诚实的人会得到爱。那回过头来，我们今天成为一个大家都是一体的，我要问一个问题：如果我们都希望大家能够活在这个爱里面，我们必须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每一个个体要先诚实面对上帝跟自己，你才有可能经历这个爱，才会跟别人连结，你才会有洞察力，看到这个人好像他端出来的是牛肉很好吃，可是他好像端不出来的东西才是需要神的爱耶。我就不要一直赞美他那个很好的地方，因为一直赞美他很好的地方，让他不敢端出他的需要啊。就像一个孩子如果一直讲说你好都不给我操心，都不给我操心，这是多恐怖的，多恐怖的一句话。
你知道这恐怖点在哪里吗？你不会让我操心的意思就是，我操心的代志，你自己处理，你莫跟他讲啦。你跟我讲就是会让我操心嘛。你不像谁谁谁弄得乱七八糟乱布，你弄呗。这个看起来是赞美，可是是伤害。耶稣来不是在做这种事情的，他不是为了统治的方便来告诉你，你们都是顺民，你们都很好。他讲的是什么？用心灵跟诚实，然后失丧的我要找回。然后，你的忧伤痛悔心上帝看见无？不会看清。疲惫、心里很累的、无助的，不要再自己隐藏起来。那个奥秘很简单，但是必须要经历过的人才知道那是很简单，是很可以操作的，一旦操练了。如果你要用时间去操练，证明你比别人属灵，拍谁一世人你都要那么辛苦。可是如果你用的时间操练是要诚实的告诉神你的需要，你会越来越靠近神，因为那个真实被医治了，他就得到自由。这跟年龄没有关系，真的跟年龄没有关系。有人问我，有一个80几岁的那个姐妹问我说，外教派的，她去找我谈一谈之后，为她祷告，哭一哭，她说：“牧师，我这样会不会太晚了？”我说：“不会，在我们还活着的一天，不会太晚。”她就开始说她的故事，要我为她祷告。我说：“不会太晚，愿意的人永远就是在对的时间。”所以这个是我自己体会到耶稣基督的奥秘在我们的身上。这几个因为我们到9点会使拍摄我时间控制的没这样好。这有几个祈求，第一个是上帝赐圣灵的力量，带给信徒有强壮的生命。其实改变一个人生命力量，不是来自于个人的努力，而是来自于圣灵的力量。这是我一直都深深的体会，因为我自己以前是靠自己的努力，就像保罗靠自己的努力一样。任何一件福音的事工之所以能感动人、改变人，不是人的力量，而是圣灵的力量。所以其实我们自己先被感动，先被圣灵的力量改变。所以我刚才讲过，改变不要放在我们的嘴巴的原因，就是如果我们想要靠自己的力志就可以改变，那就不需要圣灵的动工。我小时候很喜欢新年新希望去做一些励志，后来我现在最近这几年都没有在做励志要改变，因为我相信一件事情，我可以求神让我更靠近他，他的爱越多，我自然就会改变。我不用去立定我要改变什么。你敢不知立定改变什么东西就痛苦的事，那就跟爱是背道而驰的，因为爱它会带着你去改变。这个真的要操作的人才知道说，神啊，我交托在你手中。过来，基督因为以弗所教会信徒的信心与他们同在，一共基督是元首，因为靠着这样的一个信心基督跟我们同在。我们相信，而不是因为我们很厉害。基督徒不用比别人厉害。我说实在的，我对见证我自己的看法是，我不需要比你厉害才有见证。很多人都觉得他赚的比我多，他能力比我好，我怎么传福音给他？我说福音就是给需要的人，所以你是企业家 OK 啊，你也需要爱啊。对啊，你博士怎么样？你也需要爱啊。我有神的爱在我的心中，我愿意爱你啊。对啊。所以我相信，而且我也得到的时候，这个信心让我可以勇敢的去面对不同的人那希望我们这个爱心是有根有基的是连结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才能不断体会上帝就是爱。我要跟各位讲，如果信仰是让我们有这样的体认，自由真正很自由的，因为你规天在想的不是别人要怎么看我，别人会怎么评量我，上帝会不会处罚我，上帝会不会不高兴？不会。神的爱就是要给每一个愿意相信的人依靠圣灵的这结论依靠圣灵的大能，我们都是福音事工的仆人。我好希望长老教会的我特别对长老教会有负担，因为我自己在长老教会长大，我没有离开的原因是因为我就在这里得到
造就，我也在这里改变我的生命。所以，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过得很属灵的生活。那个属灵是真实的，就是你的生命是诚实的，所以不用担心你的表现。真的，你圣经比不过别人，还有什么什么，也不要说至少我会什么，不用。因为你会渴望神的话，你会去读它，是因为你先经历那个爱。你会想要跟人家分享，是因为你经历这个爱。所以这个奥秘就在我们的当中。我们不是犹太人，但是我们一起在这个团体当中，我们在经历神的爱。不要忘记小看了你跟别人的关系，因为连结在一起。我刚才提醒我们，不需要常常讲赞美别人话，有时候赞美到后来别人真的会越来越有压力。我们可以肯定一个人的真实，这个是我唯一会肯定的，就是我觉得谢谢你很诚实的跟我讲你的需要，我只赞美这个。因为我觉得其他的事情是让神去动工，我赞美你的是你的诚实这个我觉得我很看重，是因为神看重每一个诚实的人，不需要伪装，不需要隐藏自己。好，我们来做一个祷告。现在主，我感谢你，因为我们会当真做集体，真做一个团体伫这个所在，是一个足幸福的代志。所以这是你的奥妙，互阮会当对无同的所在，对无同款的出世，但是阮拢会当熟悉你，甲你三度，真做一个团体。就求你保守阮这个团体，这个教会，你的身躯。或这个身躯的每一个人，伫遐出入的人，拢会当找到家己的价值，也看到你伫伊心中的迄个疼。互每一个肢体，因为这个疼，互相连接起来，互属灵教会成做一个真有活力。虽然125年，但是愈来愈有活力的一个教会，充满你的疼，准备要甲人分享。阮献上阮的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们感谢王牧师在我们今天跟我们一起分享，特别是像你中间有相当长的一段，是伊家己本身生命的经历。我甲伊斗阵安尼熟悉遐久同工遐尼久中间嘛第一摆听到伊分享这款生命的故事。不过更重要是在这个生命的故事里面，我们能够去体会到、去经历到那个天父上帝。咱常常咧讲的天父上帝，天父上帝，到底你该祈祷，伊安怎甲你回应？他王牧师所经历到的上帝、耶稣的爱，我们自己本身怎么去经历到？其实大家人真正经验都拢无同。咱常常讲一样米饲百样人，上帝疼每一个人。咱是百样人，所以咱唔免变做一个人咱是所以你就爱抓到你家己怎样去听到天父上帝对你的疼你怎样用伊来讲你的话。所以咱这时最近来念圣诗344首，我们来唱圣诗344首。不管我们会不会唱台语，但是你看这个歌词，你就可以跟主耶稣祷告你可以看着这个歌词，然后跟他进入你自己与他的奥秘里面。每一个人，我们跟主耶稣的奥秘，别人没办法了解。救主耶稣，救主耶稣，我你来听，我困求的声，你把是阮可你尊名，真心的感谢。我伫救主面前，我伫救主面前欢会，脱开我污秽，甲我
我随情拄去怎做？主你的口话，救主，救主，愿你听我求，我有强给你大步，我叫你救主，救主耶稣，救主耶稣的大歌。常常是错的，救主，救主，愿你听我求，我有欠给你。请咱起立来念第4节，信无？我心因无叫命行路，你别替我担当艰苦，天的无把路，救主，救主，愿你听我叫。给你我不困叫你相思。咱要用一点仔时间踮伫主的面前，咱向主来求，有影，伊会听咱的声，伊的恩典，互咱会当完全来倚靠伊。咱虽然真卑微，但是伫主的面前，是伊特别。甲咱陪伴的，嘛敢若只有伊会当完全明白咱、了解咱、听有咱对心底伊所祈求、拗求的。上帝给我们每一个真的是有我们的独特，因此在接近主耶稣，在跟天父上帝祷告的时候，我们的方式、我们的语言。也必定是独特的，别人不一定懂，也不需要让别人懂。我们这时候用一点时间，在我们的心里面，跟主耶稣讲你所要跟他祈求，你所要跟他说的，只有他听得到，也只有他听得懂，所以不用担心别人听，也不用想要解释给耶稣听。亲爱的主，阮感谢你，因为阮知影你会听阮恳求的声，恳求圣神你帮助阮。特别当阮毋知要安怎向你来祈祷的时阵，恳求圣神你来开阮的嘴，开阮的心，通互阮会当用心灵甲诚实来和主你相拄。主啊，阮需要你，互阮会当来坚定倚靠。因为阮需要倚靠，阮靠家己无法度，阮靠家己也徛袂在。主啊，阮搁一摆伫你面前感谢你，互阮会当听到你伫阮生命中间有一个奥秘，是要互阮会当伫基督内面得到完全的自由，伫基督的听内面得到完全的轻松。主啊，互阮会当伫你的怀抱内面，得到你抱阮行头前的路。阮搁一摆将家己仰望交托伫你的圣手，无其他，
的角色，无其他的身份，会当比正做你的囝儿，搁较是阮所渴慕、所需要的，互阮会当安然自在，踮伫你的怀抱中间，得到你所互阮的疼。恳求主耶稣基督，你这个奇妙的疼，今仔日搁一摆降落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生命中间。感谢主你，因为你的疼奇妙极大。我让你感谢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这时也要特别用一点仔时间，王牧师来提醒咱，咱是踮咧基督这个机体内面，所以当咱领受主耶稣基督的疼的时阵，咱也要为着机体中间有需要的人献上祈祷。伊无需要向你解释，你嘛无需要去问，但是求圣神帮咱来开你的心。咱除了家己领受到主的疼以外，亲像保罗嘛要提醒咱，互咱会当甲其他的机体有真水的结连。所以即马求上帝帮助咱，互咱会当为着一个机体来祈祷。你毋免去问，你嘛毋免去特别去求，但是圣神要感动咱，互咱会当踮咱属灵教会这个大家庭内面，你特别为了你过去所领受，也是这个时阵圣神甲你讲、甲你感动的，你特别为着一个机体来献上祈祷。这个祈祷中间，你嘛会当常常求主帮助，是为着要每一个机体拢得到健康、受成全，通好结连斗阵，真正踮主基督内面的领受伊所互咱的疼。所以咱这个时阵用一点仔时间，为着咱属灵教会这个大家庭内面的一个机体来祈祷，开咱的心，也开咱的嘴，来为主这个机体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互阮踮属灵教会。亲爱的主，阮感谢你，阮踮咧属灵教会这个大家庭内面，阮每一个人拢得到主你极大的疼来塑造、来栽培。你也意爱阮甲你相结连。你嘛意爱阮会当结连伫头基督，然后阮每一个机体互相有真好的联系。阮需要圣神的亲自来互阮互相中间有这款疼的结连。阮这个时阵也特别为着阮所摆列伫你面前的机体来关怀、来祈祷。嘛有可能阮这个时阵头壳空空，想袂起来多一个机体，主，阮要诚实来面对你，恳求你帮助阮，互阮会当成做一个甲别人相结连的机体。阮嘛会当伫你的面前来求主开阮的心，开阮的目睭，来看到机体中间阮互相的需要，通好互阮伫你面前所领受这个属灵教会，会当搁较正做一个真实主所欢喜的教会，嘛一个真正会当互相相分享、相扶持、相带导的教会。特别恳求你祝福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家庭，通过阮伫你面前所领受的，阮的生命的改变，嘛要带互阮家庭每一个家庭来经历着主你的顾守，家己的疼。阮所摆列伫你面前的祈祷，阮也知主你怜悯你的疼，要甲阮三甲地地。咱请王牧师来带咱祈祷。主，阮感谢你，因为阮会
会当感受到，阮众兄弟姊妹因为听缘故，阮伫即个所在。主，阮感谢你，互阮经历即款的连结，伫你的听内底。阮看到你的身躯伫树林教会，主，阮要看到即个身躯伫树林即个地区做更较侪的分享甲见证。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听堂、圣神的感动，因带甲众人三甲地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感谢主，互咱今仔日会当踮伊的面前，领受一场真特别、心灵丰盛的筵席。明仔载暗时，咱是7点，明仔暗是7点，明仔载是拜六，所以咱会记伫即个时间，咱也希望将即款丰富的领受甲感动带到咱的厝。明仔载咱嘛会当邀请咱厝内人，也是咱的兄弟姊妹，咱共迄区牧长三甲来参加。好咱即时互相请安，大家平安。